我買個房，首付都已經交咗咁耐咧，點解買能夠網簽啊？點解仲未有可以備案嘅？同我買個房嘅客戶都知道，關於買房呢件事，其實我係比較嚴謹嘅。最近呢，就有好幾位粉絲問到我呢啲咁樣嘅問題，今日我就統一回覆一下。關於買一手房有9條注意嘅事項，買係邊一條好重要，而係每一條都好重要。第一點，先教大家點樣睇房。房嘅朝向，整套房所有嘅功能區，如果都係向北嘅話呢，係曬唔到太陽嘅。建議呢係慎重考慮。喺戶型圖上面呢，係有呢個指北針可以睇得到嘅，或者講你可以去工地嘅時候攞指南針去測一測呢套房嘅朝向，一定要買曬得到太陽嘅房。一般嚟講，朝北嘅房日照時間都會比較短。第二點，買毛坯房一定要去現場睇一睇，冇單純只係睇呢個板房就得咧。其實板房冇咩好睇㗎，裏邊嘅家私電器甚至尺寸都唔一定係真實嘅。咁等到交房嘅時候咧，你就會知道乜嘢一種賣家秀同埋買家秀之間嘅區別有幾大咧。第三點，想知道嗰隻樓盤嘅銷售情況咧，就去睇房之前，去打開微信搜索呢個粵安居茂名嘅網站，去睇一睇仲剩低有幾多房未賣，賣唔賣得喐，所有嘅嘢一目了然噶啦，根本上唔需要聽銷售講啊，我哋又賣得點樣嘅情況，你自己睇都可以睇到。第四呢就係準備訂房啦，房號一定要自己行到沙盤嗰度，用激光筆點一點你要買嘅嗰套房，同銷售咧再次確認一下你個房號，咁你睇嘅同你買嘅係咪一樣嘅？第五點，新意大部分嘅呢都係預售房，所以我哋一定要睇睇有冇預售許可證。如果冇嘅，無證賣房嗰啲開發商，可能真係好窮噶啦。我嘅建議咧係千祈唔好碰，因為呢啲證件咧係擺出嚟俾大家睇嘅。如果講你買喺顯眼嘅地方睇到，咁你可以直接問銷售攞嚟睇。第六點咧就係精神報告一定要打。如果講你係已婚嘅，咁咧就一定要打你雙方夫妻嘅精神報告出嚟啦。呢個講咗好多次噶啦，喺銀行嘅 APP 就可以直接搜索個人信用報告，可以查得到一個簡單嘅版。當然，如果你本身咧就已經係知道自己有個預期，咁我都係建議你咧打個紙質版出嚟俾我哋再睇睇，咁樣可能會更好。第七點咧就係，如果個套房係有抵押嘅，咁一般係咪能夠網簽嘅？如果你實在要買，咁我俾你嘅建議咧就係交完定金，等呢套房做咗解押之後再交首付款。第八點就係監管賬號一定要記得睇，咁預售許可證同埋買賣合同上面咧都會有呢個信息嘅。咁揾到之後記住，付款嘅時候係所有款項都係要轉賬嘅方式，盡量唔好去刷卡。期房嘅房款係一定要進入監管賬戶嘅，如果唔係嘅話，多個就咪再講咧。第九，買賣合同個模板又可以睇睇，重點係睇睇咩咧？睇你嘅土地性質，睇土地嘅年限仲剩低有幾多，咁交房嘅時間係幾時，辦證嘅時間又幾時，咁有冇抵押嘅情況，以及公攤嘅比例又係幾多？銷售同你講嘅咧，就實際上同買賣合同上面體現嘅咧，可能會有啲唔一樣嘅。出問題嘅時候咧，佢只會覆返你一句就係一切都以購房合同裏面嘅條款為準。能夠教嘅呢，我已經教晒啦。如果咁樣你都可以跌坑，乜水都冇怪，只能夠怪你自己。我係麗麗，一個認認真真做咗15年地產嘅房產人，我哋下期再見。